编人员都就位了啊，请大家了解。我们也请大家特别的，给我们按照程序走。很多人会说，一贯道30年，一共办了3场，北部5月30，南部我们在南部4月30，在南部6月3号，今天是6月30号，是我们中部最后一场。很多人道听说，一贯道的前辈走过30，却让我们又赢过了一个30，因为走过这个30。我们可以迎向更长久的未来，100年、1000年的基业，奠定在国家政府的肯定，走进国际社会让大家了解我们。所以一贯道这30年来，我们在台湾的社会有目共睹。我们非常感谢前段的前辈们，现在大家都怎么样了愿回天，在上天庇佑着我们一贯道众后学们，庇佑着一贯道总会会务的发展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给我们过去的前辈们，每一个前辈牺牲奉献、受苦受累的前辈们，掌声给他们多说一次。因为没有他们做给我们，所以国家肯定我们，所以政府更肯定我们。